过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消息。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台北时间今日透早伫哈佛大学教授俱乐部发表演讲，主题是接地气的力量。讲到伊，因为伊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伫去年才有法度选赢高雄市长。演讲结束了后呢，伊嘛去参加侨胞的这个欢迎宴会，现场有开72度，侨胞呢自备海报甲国旗，嘛话讲爱选总统。韩国瑜搁传唱国歌。 现场秘书是主席大会。明年要拜托所有的侨胞，踊跃的回到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我们勇敢的投出神圣的一票，好不好？爱侨胞会记得明年1月选总统的时阵，爱等来台湾投票。高雄市长韩国瑜参加侨宴，受到热烈的欢迎。谢谢。 大卡大话选总统的声音，主持人也搁爱韩国瑜明确表态，搁韩国瑜讲卖个话。爽一下，宋姐的话不要再喊了，不要再喊，谢谢大家，没爽。一讲，我们就要回去要洗衣服了，不好意思啊。波士顿侨宴是由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波士顿分会主办，现场办72桌，真侪侨胞自备海报国旗，迎接韩国瑜。Now next, that's my speech, very short. 伫侨宴之前，台北时间12透早，韩国瑜是伫哈佛大学教授俱乐部发表演讲，主题是接地气的力量，表示家己是非典型政治人物，坚持甲人民徛做伙，是去年会当选择高雄市长的原因。So the people want something different. 用趣味笑话方式演讲，专程是2点钟左右，Kim 教授学生大约50个人参加，互大家认识这位目前伫台湾备受关注的市长。